始已經覺得好勁啦，好興奮啊！而家好期待啊！參加我哋即係有一個活動咧，叫做 Hydro 智爽超水感活動啦。而贏咗嘅朋友，你知唔知可以點樣啊？可以獲得周秀娜真人為佢剃一次鬚喎！哇！有啲緊張，有啲驚咁咯，同埋都未試過見到咁多閃光燈，真係有啲緊張啦。有請咧參加咗我哋 Hydro 智爽超水感活動嘅優勝者啦，可以即場同我哋嘅性感女神周秀娜影一張合照。我會周圍推介俾朋友用，如果阿娜姐可以幫手剃人，更加好笑啦。剃鬚膏咧，我第一次用嘅時候咧，覺得佢咧搽塊面度咧，我覺得好滑啊，又唔會乸啦，因為我平時用開啲剃鬚膏咧，都會有點都有少少乸嘅感覺，但係呢隻冇咯。咁啊剃鬚刀咧，一滑落去，基本上我唔使滑第二下噶啦，已經清晒噶啦，嗰啲鬚根嘅話。我好舒適咯，舒適係好舒適，唔係 OK 嘅，真係 OK，佢個5刀片 OK 嘅真係，因為我而家呢啲啱啱好生出嚟啲鬚，應該就會好痛嘅，可能刮得平時，咁呢個好舒服咯。非常成功，又多靚女又多靚仔。預祝 Hydro 嘅銷量節節上升。